好，由於防盜錄影機咧要用電腦一個瀏覽器去監察啦，咁而家主要因為個瀏覽器嘅設計咧係用呢個 Window 嗰個瀏覽器啊，咁而家以前又叫 Internet Explorer 啦，而家就係用呢個叫 Edge 嘅browser 去處理。咁因為個保安級別嘅問題咧，會影響到一啲錄影機入邊睇唔到畫面啊，有某一啲設定咧係出現唔到嘅，咁所以咧就要去翻呢一個位置入邊。喺 Edge 呢個包曬入邊咧，有個叫做設定，設定入咗之後咧，有個叫做預設瀏覽器。預設瀏覽器入邊咧，有個叫做係 Internet Explorer 相容性。相容性嗰度咧，就原本呢個係冇嘅，咁而家我要知道咧嗰部錄影機個 IP 啦，咁所以要一個新增頁面。咁新增頁面係新增啲咩咧？就先打 HTTP 冒號斜洞，因為呢個係 Windows 嘅語法嚟嘅。咁啊，打翻嗰個錄影機個 IP number 啦，呢個。咁如果你現場嗰部唔係呢個 IP，就唔好跟住呢個 IP 打嘅，咁啊跟翻現場嗰個錄影機個 IP 打翻落去。咁打完之後咧，就撳新增。新增咗之後咧，多一個頁面個 IP 咧，佢會記低咗，就係同呢個 Internet Explorer 個做一個相容性嘅。咁啊記住呢度要剔翻允許。咁呢個 save 咗之後咧，佢要 reset 一次嗰個 reboot 一次個 browser。咁我就即係基本上係熄一熄佢，刪一刪嗰個 browser，跟住再打翻開，再將頭先嗰條 link 咧 copy 翻入呢度，跟住 enter。咁我會去翻嗰個錄影機嗰個界面嘅。咁你見到咧下邊呢度可能會彈出嚟咧，叫你安裝一啲plugin 程式㗎。咁啊照允許個安裝。咁如果你唔做呢一步咧，佢冇咗嗰個相容性咧，佢個 plugin 都唔會啟動自動幫你安裝嘅。咁啊入翻你個錄影機嘅密碼嗰啲咧，同之前操作一樣。咁跟住就去翻而家試嘅監視呢度，去翻呢度咧，明顯咧係嗰個功能上咧係多翻嘅。原本咧係冇咗呢啲功能嘅，咁啊可以睇得到畫面，全部功能上去操作，全部操作晒嘅，而家可以。